嚟到第三條呢一度咧，我哋就要將以下呢一條 formula 咧就 make x the subject， 咁同我就嚟住啦，亦即係話我哋想將佢寫作為 x 等於一嚿嘢，咁而右手邊呢一度咧等於嗰嚿嘢咧就冇 x 喺度噶。咁所以我哋就先抄翻題目，而家我哋就有 x 減2就會等同於呢個 m 再乘呢個 x 加 y。咁首先第一個步驟咧，我哋就拆括號啦。而家 x 減2就會等於 mx 再加呢個 my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就要將有 x 嘅咧就擺埋一齊，咁我就將有 x 嘅咧就擺喺左手邊，咁所以左邊咧就變咗做 x 再減 mx， 咁啊做翻個 transposing terms 啫。咁右手邊咧就會 my 再加2。咁呢度咧，我哋會見得到而家有 x 嘅咧就擺埋晒喺同一邊啦，咁所以就將個 x 咧就抽出嚟，剩低咧就會係呢個1再減 m， 咁右手邊咧就同樣地都會係 my 加2，咁之後下一步驟咧就將成個1減 m 咧就除翻過去右手邊，所以我哋就會寫得到而家 x 咧就會等同於 my 加2再 over 呢個1減 m。咁如果係 MC 嘅時候咧，有時候佢未必俾呢個 option 你嘅，咁其實同佢一樣嘅 option 可以有邊啲答案咧？例如我哋就可以將佢寫作為 my 加2，再將下邊 denominator 咧就將個負號褪咗出嚟，咁就會變咗做 m 減1。咁以下呢一個咧都可以作為答案㗎。